意大利艺术家卡特兰甲一支金蕉搭伫壁顶，去年10月是以620万的美金代票2亿卖出去。丹麦嘛有一个艺术家用金蕉来做设计，讨论性别平等的议题。 前个金蕉挂伫壁顶对半侧，亲像女性性器官的金蕉，伫哥本哈根艺术博览会吸引不少人听到来翕相。这件艺术品是丹麦女艺术家希尔登创作的，报名平等的考试。I have cut a very potent figure into something very feminine, and created a feminine force, and it's to spread with humor, discussion around equality. 希尔登的大大创作果然成功，引起话题。最后这件作品也以12869块卖出。方摕来做比较的金蕉创作是意大利艺术家卡特兰的作品，伊用莲宝将前个金蕉搭伫壁顶，创作3百概念艺术品，号名喜剧演员。2019年头一摆伫迈阿密的艺术店出现到12万美金成交，将做全球媒体的头条新闻。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。